华视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23，旧历的10月19，礼拜二。新北市的新店昨发生一件枪击案，死者是一个进口咖啡豆的无益商，起防病情大事情来死亡。警方真紧就清出着嫌犯逃走的路线，这个嫌犯真干巧。 犯案进前就已经先甲路线规划好势，甲人断死了后，先甲物件，先甲这个车等伫个卖场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搁来变装变两解，甲这个犯案所穿的衫裤送互龙山寺附近的街友，企图要来扰乱着警方办案的方向。上尾啊，甲这个断死人的这支枪，甲等伫个桃园机场附近的水沟啊，坐无人机出境走到中国。 目前分局甲刑事局联手继续跨境来追查。监视器有翕到，枪手是穿一截红、一截蓝的这个运动衫，犯案了后走离开现场。依照警方调查，这个凶手是专业的枪手，犯案了后真熬密。这个35岁姓杨的嫌犯，伫透早6点半进行埋伏，煞来8点13分左右开枪。8点27分驶车去到新店的大卖场，车等的进行头一摆变装。 随来一计程车9点11分左右到捷运龙山寺站进行第二摆变装，佮将犯案的衫裤送互街友。随来，佮一计程车伫10点左右到桃园机场，并且将作案用的枪支等伫附近的水沟啊，伫12点半后出境到中共。警方沿路调监视器画面，拢无休困，伫24小时内掌握到嫌犯的动线，嘛有找到犯案的家私，验过依然是差一步。 的涉嫌人跟我们的被害人之间他的地缘关系啦还有他们之间周遭的可能的一些人脉，我们都会深入来清查。相关的动机还佫做进一步的调查，不过目前警方已经了解嫌犯走去中国的厦门，住伫防疫旅馆，所来会甲刑事局联手继续跨境追查，一定要将嫌犯赶紧甲抓起来。